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嚟到香港颱風追蹤站，我係成員阿高。今日係2026年7月5日星期日，呢度係每週天氣。今日會為大家提及香港而家同埋前一兩日嘅天氣回顧，另外亦都會講下未來香港天氣變化，另外亦都會講埋最新巴威嘅動態同埋預測。喺影片開始之前，希望大家訂閱、分享、按讚支持我哋香港颱風追蹤站 HKTCS。我哋目標係4萬訂閱，歡迎加入本頻道其他社交平台，而連結亦都會擺喺留言或者資訊欄區嗰度，亦都歡迎大家用 Super Chat、Super Fans 係支持我哋。我哋先嚟睇睇前一兩日嘅天氣情況先啦。咁呢個美沙克啦，前一兩日就為香港嘅風季開鑼啊！喺2026年，咁為香港帶嚟咗1號戒備信號啦。而落咗波之後，天文台亦都係用強烈季候風信號係取代1號戒備信號。咁主要就係因為一啲嘅高壓脊同埋西南氣流嘅共同影響底下啦。咁星期六啊，我哋嘅風勢係仍然頗大。咁有雨帶抵達嘅時候咧，風雨係短暫比較大㗎。1號戒備信號期間啊，咁喺星期五嘅日間嘅時候啦，曾經係強風8中3㗎，而烈風更加係8中1添。長洲係曾經係錄得持續烈風，西貢係爭1公里每小時就係錄得持續強風㗎啦。咁主要就係禮拜五一個強雷雨區啊，係影響香港嘅時候係刷新咗一啲嘅風速數據。咁尋日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嘅時候，有雨區亦都係環掃香港㗎。咁喺右手邊嗰幅圖就見到啦。咁大約喺晏晝1、2點嘅時間，嗰時候天文台都係有發出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咁風速上面咧，亦都係短暫令香港嘅風速係顯著增強。出現咗8個參考測風站強風8中4嘅情況，咁西貢啊、長洲啊、機場啊同埋流浮山啊，亦都係曾經喺嗰段時間錄得持續強風。咁天文台尋日前日嘅雷雨區雨帶影響啦，都係有發出過黃色暴雨警告、雷暴警告咁樣嘅。咁可惜強風啦同埋雨帶係比較短暫啊，未能持續。咁天文台最後咧就係冇發出咗3號強風信號。咁我哋再睇睇今日香港天氣嘅情況啦。天氣係有稍為好轉啦，熱翻啲啦，而日間部分時間已經有翻啲陽光啦，同埋天氣係出現咗酷熱嘅。可以見到右手邊嗰幅圖啦，就顯示咗天文台喺今日錄得嘅最高氣温啊。咁見到各區啦都普遍升到32至33度，天文台亦都係達到酷熱嘅水平啊，33.0度，部分新界地方啦去到35度添。咁間中有一啲活躍偏南氣流帶嚟一啲嘅驟雨啦，預計未來1日係再有一啲偏南氣流影響，仍然間中係有一啲狂風雷暴同埋驟雨。我哋再睇埋未來2、3日嘅香港天氣情況。咁天氣啊係會再稍為唔穩定，係轉為多雲嘅。星期2、3受到低壓槽、高空擾動同埋一啲偏南氣流所影響，顯著降雨機率咧係高，部分時間雨勢係比較大，普遍氣温就介乎27到31度，咁係比今日啦係可能會有涼翻少少啦。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唔排除係再有暴雨警告嘅可能性。咁最快星期3稍後個雨勢就會逐漸減弱。我哋睇埋之後嘅天氣情況啦。咁本週後期就隨住熱帶氣旋巴威啦，係靠近台灣以東海域，咁香港就會受到佢嘅下沉氣流影響，咁大致晴朗同埋更加酷熱添㗎。咁驟雨同埋雷暴都會有，但係就比較少啲啦。或者係可以日間達到極端酷熱水平，咁即係市區氣温啊係有機會去到35度或者以上㗎。咁西南風程度咧就要視乎巴威後期嘅路徑嘅偏西程度啦。
咁如果佢最後會登陸台灣啦，而且係靠近福建咁樣啦，咁容易係引進比較多嘅西南氣流，咁我哋香港嘅風勢咧就可能會比較勁啦。如果風勢勁嘅話，天文台亦都有可能係會發出強烈季候風信號。我哋而家嚟睇睇最新低壓系統嘅動態同埋預測。咁美沙克方面，佢尋日咧其實係進入咗北部灣㗎，而且係有重新增強。去到夜晚就嚟登陸呢個嘅越南到廣西嘅交界沿岸一帶之前咧，係出現咗一啲爆發增強啊，係達到強烈熱帶風暴到颱風下限嘅級別添㗎。咁而家喺廣西內陸緩慢減弱啦，咁而仍然都係繼續有熱帶風暴嘅等級。咁佢由於減弱嘅程度就冇咁快啦，而且佢嘅移動亦都唔算太快，咁就令到廣西啦，特別係廣西帶嚟一啲特別大嘅暴雨，咁累積雨量咧最少都去到幾百毫米㗎啦。預計未來佢會繼續減弱，今明兩日就會逐漸減弱成為低壓區同埋消散。我哋再重點關注超強颱風巴威嘅最新動態啦。咁佢尋日咧係稍為出現呢個眼長自緩，咁雖然強度係稍為減弱啦，但係仍然維持超強颱風嘅強度，而且風圈咧亦都係有所增大。自緩完成後就重新增強為5級嘅颱風。最新聯合颱風警報中心 JTWC 喺今日香港時間晏晝2點俾緊嘅風速係每小時270公里嘅1分鐘平均風速。氣壓為911帕斯卡，咁而家係開始影響緊呢個馬里亞納群島㗎啦，咁包括關島在內，為當地係帶嚟嚴重威脅。今晚我哋亦都會有通宵監視直播，係實時追蹤巴威各項嘅實時動態，咁大家密切留意本頻道嘅直播安排。我哋睇埋巴威未來強度動態預測，我哋亦都參考咗聯合颱風警報中心 JTWC 嘅報告。咁受惠於非常好嘅高空輻散，仲有30至31度嘅海水表面溫度，同埋海水潛熱極高嘅海域，仲有風切變係比較少嘅情況。咁呢啲良好嘅環境咧，就預計巴威係即將會出現第二個強度嘅巔峰啦。部分模型係模擬出285至295公里每小時1分鐘平均風速嘅強度，而聯合颱風警報中心 JTWC 亦都預計佢未來12個鐘啦到18個鐘啊，最高嘅強度咧係預測去到280公里每小時嘅1分鐘平均風速。咁短期路徑啦，由於巴威行比較偏北啦，所以就稍為向偏北調整㗎。咁之後嘅路徑咧，個預測變動咧就唔算太多，咁都主要係逐漸靠近呢個台灣以東海域一帶。預計向西北偏西橫過馬里亞納群島之後嘅一段時間啦，配合垂直風切變增加同埋眼長自緩嘅週期。咁佢嘅強度預計就會開始緩慢減弱㗎啦。咁之後更加係會遇到垂直風切變係進一步增強，預計減弱嘅程度咧或者係會加快。咁但係仍然預計係至少維持強颱風到超強颱風嘅強度。咁另外可以見到右手邊聯合颱風警報中心 JTWC 預測嗰個風圈大細啦，亦都係會隨着佢逐漸靠近台灣以東海域啦，係有明顯嘅增加㗎。咁屆時啦，4至5日後就應該就會開始影響呂宋島啦、台灣啦，甚至琉球群島嘅一啲地方啦。我哋睇埋佢嘅後期路徑最新預測啦。咁距離巴威抵達呢個東海或者登陸台灣，仍然係至少有5至7日㗎。咁後期路徑仍然係有一定嘅變數啦。可以喺右手邊嗰幅圖見到唔同或者 AI 或者電腦嘅集合預報模式嘅平均路徑圖，就顯示到巴威抵達東經130度啦，咁就係北緯大約19至20度左右咧，就會出現咗一啲嘅分歧啊。咁預計係會轉向偏西北嘅路徑，靠近台灣到東海一帶。
咁但係個重點就係分歧係在於轉向嗰個角度係會比較偏西啊定係偏北啦。咁仍然係有機會經台灣啦，靠近福建，亦都係有機會直接經過東海南部係靠近上海一帶。咁所以啦，呂宋島啦、台灣啦、琉球群島嘅中至南部啦、福建啦、華中等等嘅地方，亦都係可能潛在影響嘅地方，亦都未太清楚影響嗰個程度。咁今個星期後期要去呢啲地方嘅人士，或者喺嗰個地方嘅人士，就要特別留意你哋嘅行程可能會受到颱風嘅影響啦。最後啦，多謝大家收看。本頻道未來會繼續改善讀音講解分析質素，包括一啲口頭禪、懶音同埋講法嘅問題。另外，亦都會就住香港天氣同埋最新颱風嘅動態，係實時用影片直播或者貼文係盡量為大家更新。咁大家記得訂閱並且開放通知，就可以掌握第一時間發布嘅資訊啦。咁另外，希望大家再次訂閱、分享、按讚、留言、Super Chat、Super Fans、Super Stickers 係支持我哋香港颱風追蹤站 HKTCS。我哋目標係4萬訂閱，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咁我哋一陣間嘅巴威通宵監視直播再見，拜拜。